用手机的语音助理来搜寻，搜寻后还会念一些哦。古腾堡计划。维基百科的资料如下：古腾堡计划由志工参与，致力于将文化作品数位化和归档，并鼓励创作和发行电子书。这个有安装那个朗读程式啊，还是它内建的？那你会念，要Google语音助理。57000件哦，还可以参考维基百科啊，维基百科。